阁来看金门2个钓客，互中国的海警船救去，其中姓吴的钓客已经顺利返去金门，但是另外一个姓吴的钓客，因为是军人的身份，也未互送回来。金门县的立委陈玉珍早起一透早为厦门返来，讲伊甲中国讨论过了后，决定会当互这个军人的家属去甲探望。人到底什么时阵会当返来？陈玉珍讲会继续来沟通，应该袂伤久。也毋过有人质疑这是人质的外交，担心这个姓吴的军人会互当作是政治的马票。陈玉珍来反驳，讲这并不是人质的外交，一切拢是往好的方向在进行。金门县立委陈玉珍穿便服拖行李落船，今仔日早起为厦门坐小三通返来台湾，宣布搁留伫咧中国的乌姓军人交接有新进度。那大陆方面也同意让我跟这个家属，如果要过去探望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安排所以实际上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去进行哦。2个金门的钓客卖航了后，18号互中国的海警救起来，到今嘛已经过1礼拜，毋过敢若一个人返来，另外一个乌姓军人因为无照实讲身份，互留伫咧中国，互外界质疑是毋是互当作政治马票。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胡说八道哪里是什么人质外交？人很平安，每天都有打电话回家报平安非常的这个顺利。根据报道，中国最近拢在做人质外交，相关的部门表示，可能伫咧向咱的政府做政治施压。根据英国案例，中国捌伫咧2018年无原因拘捕加拿大公民孔明凯，因为捌做外交官，搁任职国际非政府组织，用间谍罪来起诉。2020年，澳洲华裔青女是前中国的记者，伊互指控泄露中国的机密，互关1000天。这2个人拢正做中国的人质，对当事国家来施压。头一摆交接和平结束，毋过咱现役的军人搁伫咧中国，敢若仰望双方会当有效率来沟通，量早互人平安返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